Hello，相信好多喺英國嘅朋友咧，都可能因為工作嘅關係咧，需要向香港警務處咧申請翻一個無犯罪記錄嘅證明。我最近亦都成功申請過。咁今次想同大家分享係因為咧，喺我網上搜集資料嘅時候咧，發覺同我真實做嘅步驟咧係有少少差異。咁而家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首先咧，你要考慮到你究竟會唔會翻香港啦。如果你翻去香港咧，就直接去香港警務處嗰度申請係最方便啦。但係如果你身處英國，亦都短期內唔會翻去咧，就必須要通過網上嘅方法去申請啦。首先要去英國嘅警署咧度申請呢個打指模嘅。咁你可以因應你住嘅地區啦，喺網上揾翻當區嘅警署嗰度嘅網站咧，就入去因應你嗰個地區咧，每個警署嗰個步驟咧都會有啲唔同嘅。咁你撳入去，逐步跟住去約見個時間啦，咁就親身前往去嗰個警署嗰度打指模啦。咁呢個費用係最貴嘅，喺成個過程裏面大概咧都接近100鎊。如果幾間嘅機構都需要你做呢一個無犯罪記錄咧，咁你可以喺申請嘅時候就話要多幾個 copy 咧，咁就唔需要行幾轉啦。當你完成咗喺英國打指模之後咧，佢會直接將嗰個指模嘅正本會俾你嘅。喺呢個時候咧，就上去香港嘅警務處嘅網站嗰度，咁就去開始呢一個香港警務處申請無犯罪記錄嘅過程啦。咁以我嘅經驗呢，差不多大部分嘅步驟都喺網上根據香港警務處嘅指示去填入你嘅資料呢，就已經可以做到，包括嗰個繳款嘅手續呢，都係可以網上做到嘅。咁你做晒呢啲嘢之後呢，佢會有一個申請嘅編號，同時間呢，佢亦都會話俾你聽，佢需要你寄翻啲乜嘢嘅資料翻去香港警務處去繼續去考慮接唔接受你嘅申請嘅。喺我嘅個案裏面呢，我就要寄翻喺英國打指模嗰個正本啦。同時間因為我網上申請，我有個網上申請編號，我亦都要俾翻香港警務處，等佢方便去查核翻我嘅申請啦。亦都有一個我同意香港警務處去用我個打指模嗰個證明書，我都有一個咁樣嘅通知簽翻俾佢啦。另外呢，就係我會打印翻喺英國聘用我嗰個公司或者個機構，佢會有一封信呢俾香港嘅經貿處嘅。咁呢一封信係好重要嘅，因為裡面呢必須要提及你個人嘅資料，包括你個名啊、身份證嘅編號。呢一封信就連帶頭先所講嘅指模啊、申請編號所有嘅嘢呢，就寄翻去香港警務處。咁如果呢啲資料齊備，而你係喺香港嘅記錄呢係冇問題嘅話呢，咁應該一般嚟講響4個禮拜之後就會收到通知呢，就香港警務處係完成咗嗰個處理啦。咁而呢一個無犯罪記錄證明書呢，咁一般嚟講都係寄翻俾喺英國嗰個公司或者機構要求你出示呢個香港嘅無犯罪記錄呢，係直接寄翻俾佢哋。咁喺呢個時候呢，其實你亦都可以問一問英國嗰個機構可唔可以俾一個 copy 俾翻俾你啦，等你可以做翻一個存檔。咁喺我嘅個案裏面呢，喺英國嘅機構呢都係會俾翻我嘅。咁亦都方便我日後如果再申請其他嘅工作，或者喺其他情況亦都需要呢一個無犯罪記錄嘅時候呢，我可以出示翻，咁就或者可以省減咗日後再要申請呢個無犯罪記錄嘅通知書啦。